喂阿 Ken，我發覺你呢排少咗飲酒喎。梗係啦，你冇激我啊嘛呢排，講笑咋？好多人咧話咧戒煙同戒酒咧係呢個世界上最難嘅事，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咧，其實戒煙戒酒咧係一件最簡單嘅事。Hello， 我係阿 Ken， 曾經香煙陪伴咗我20年，酒精纏繞咗我16年，高峰時期一日2包煙，2日就1支威士忌啊！我同好多人一樣覺得呢啲係我人生嘅一部分。戒唔到㗎啦！直到6年前啦，我為咗屋企人，我為咗2個女，唔想佢哋食到二手煙，我將20年嘅煙癮戒咗。到近來我問自己，喂，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啊？我唔想成為屋企人嘅負累喎，我想有更加健康嘅身體，陪伴2個女長大，睇佢哋畢業啦，睇佢哋結婚啦，就係一個咁簡單嘅念頭。我將我近16年嘅酒癮喺最近1個月都戒埋啦。所以咧，好多朋友咧都問我，喂，你點樣做到㗎？其實我就係一個好簡單嘅理由。當你真正明白咧，愛惜自己身體就係等於愛惜你嘅家人嘅時候，願意為家庭負上責任，你就會發現戒煙同埋戒酒其實真係好簡單。我係阿 Ken，我得，你都得。我哋一齊加油啦！